因為施政報告，我想同社會各階層嚟見面。今日同我見我哋大學生見面，亦都有一個新嘅感受。各位咧，就係我哋今屆嘅立法會選舉喺一個公平、公開、公正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順利完成咗嘅。雖然咧，我哋投票率咧係比上一屆係低，但係選民咧係透過和平有秩序嘅選舉，已經作出佢哋民主嘅集體嘅決定。我好深信社會各界嘅人士一定要尊重選民呢一個決定嘅。我首先呢，就係恭賀今次當選嘅每一位嘅議員。新一屆呢個議會，我哋出現咗一批新嘅面孔，其中有唔少咧係年輕嘅獨立嘅議員。我好期望咧喺今屆嘅議會裏邊，佢哋能夠表達佢哋更有具活力嘅新思維嘅想法，幫助特區政府一齊改善我哋香港人嘅生活。我同我政府嘅同事都期望同呢啲議員會願意衷誠合作，為香港創出一個新嘅面貌，一個新嘅局面。喺選舉嘅期間呢，政府係好清楚聽到市民各方面嘅訴求，市民對我哋喺經濟啊、民生啊，甚至管治水平嘅範疇裏邊咧，希望我哋作出改善，呢啲都完全都係合情合理嘅。我哋一定要細心思量點樣回應呢啲嘅訴求。由聽日開始咧，我會同唔同政治背景嘅議員同我哋見面，聽取佢哋意見。我好希望我下一份嘅施政報告能夠切實咁回應到市民同埋議員最關心嘅香港嘅事項。議員固然要代表香港普羅大眾監察政府，但係過分嘅政治爭拗咧，亦都未必一定受到市民大眾歡迎嘅。所以我哋會致力會加強行政機關同埋立法會嘅溝通，建構一個和諧同埋合作嘅工作關係。希望大家能夠多一啲包容，少一啲嘅內耗。我趁呢個機會咧，向所有離任嘅立法會議員致衷心嘅感謝，感謝佢哋喺議會裏邊長期為香港人作出貢獻。我更希望佢哋喺其他崗位裏邊繼續為社會服務。多謝晒各位。我今日中午嗰陣時，我收到周梁議員副主席嘅要求咧，退出行政會議嘅信件。我會因以個而家現時嘅政治嘅形勢，我會作出我會審慎嘅考慮，同會作出決定，同埋向大家交代遲一啲，好嗎？唔該晒。